子期，你怎么打扫的？地上都是水。No， 那不是水，那是我流的汗。还不是因为你，43度的天气都不愿意开空调，抠抠搜搜的一天到晚。我是店长，我说了算。客人马上要来了，赶紧把这垃圾给扔了，不然扣你工资。一拳头给你打过去。哎呀，你谁呀？吓我一跳！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听说小孩都是妈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，我没有妈妈，所以想在这儿等妈妈来捡我。我饿。来吧，吃吧。你爸爸呢？我爸爸每天修房子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哼，原来是农民工的儿子，怪不得一身穷酸味儿。江17，你赶紧把他给弄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刚付钱了，他现在就有客人，知道不？哼，没事啊，别管他，吃你的。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？立冬。哦，李冲。哦，喂，你好，是派出所吗？是的。我要报警。首府立冬为贫困山区捐赠了5000万。他爸爸叫李冲。好，谢谢。那在找到你爸爸之前呢，你就跟着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这就是公交车啊，好大好酷！你连公交车都没有坐过？平时出门，爸爸都是带我坐那个敞篷的车。敞篷三轮车，他爸白天盖房，晚上还要兼职蹬三轮车，真是不容易啊！走，跟姐姐去买菜，给你做好吃的。17姐姐，你想吃榴莲啊？算了，贫穷使我冷静，走吧。鞋在这分店，谁开谁赔。那个一会儿回去。店铺在多在于精，你要懂得利用短视频引流，用爆款单品吸引目标客户。你看这个，从这点进去。我这么长时间都整不明白，你一下就给我整通了。哎呀，你们家这可真是神童啊！你想要什么奖励，我全都满足你。榴莲这不就有了吗？哎，你刚刚那些话搁哪学的？我爸爸最关心经济形势了，天天说这些。果然，男的不管有钱没钱，都爱聊这些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呢，妈妈在，妈妈在，睡吧，睡吧。来，你慢慢吃啊，姐姐去忙了，乖。嘿，你个小穷鬼，你还敢坐这儿吃？去，在垃圾桶旁边吃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你没事吧？手有没有受伤？来来，我看看。我的盘子赔钱，我赔20，够不够？赔一个可不够，我这是一套，10个缺一不可。你要赔一套1000块，讹钱呀你！想赖账啊？没钱就别带着拖油瓶。今天我就教育教育你这个穷人，直接从你工资里扣。你说扣就扣？你一堆盘子的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马上总部的陈经理就要来了，别影响我们。你别吵了，赶紧滚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出去，赶紧出去！出来声！干嘛呢？陈经理您来了。吵什么吵？都怪这对穷鬼，把咱们店搞得乌烟瘴气，我正把他们赶出去呢。小少爷，总裁这几天找了你好苦，你知不知道呀？小少爷，对呀，这就是我们总裁唯一的儿子李小宝少。小少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别跟我计较。得罪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你得罪17姐姐，这笔账我可要好好跟你算算。小少爷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吗？哎，陈经理，陈经理，你被开除了。听我解释。17姐姐，你愿不愿意继续照顾我？我给你工资，月薪3000。No， 日薪3000。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儿子，你去哪儿了？老爸，我去垃圾堆旁边给你捡了个老婆。啊？小宝，我来给你做保姆，每天给我800餐费，住80平米的卧室，月薪给我拿8万。我这是来上班的，还是来度假的呀？你是来享福的。来，背上。小少爷你好，我是新来的金钥匙管家云云，毕业于荷兰管家学院。哇，厉害！这是我未来的妈妈江17。那什么，你绘画课要迟到了，赶紧走吧。
别以为小少爷看上你了就能高攀总裁了。总裁今天就要回国了，听说他长得帅，学历高，可以说跟我是天生一对。有我在，还轮不到你这种没身世、没学历的保姆。姐们儿，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这入戏还挺深的，就这眼镜不咋的，有点像我奶。奶奶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要你好看。总裁，我来吧。出国这几天，小少爷怎么样？少爷可喜欢那个江17了，还雇他当了贴身保姆。江17，哎呦，腰扭了。你回去休息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谢谢总裁。呀，总裁。总裁呢？怎么就你一个司机？你是？我是新来的管家，你给我汇报一下总裁接下来的行程。总裁的私人行程，你有资格知道吗？你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臭司机敢质疑我，小心我扣你工资啊！我旁边少爷，你长眼啊！你扫地你扫我干什么啊？我扫的就是你这个垃圾呀！都是打工人，凭什么你要仗势欺人呢？敢替别人出头，我看你是工作太闲了吧？既然这样，那今天的晚餐你俩准备也不多，预算300。300，你要做出3万的效果，你这是故意刁难我。做不到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。我江17最讨厌激将，不就做菜吗？我接了。菜太贵了，这300块钱能买个啥呀？等我一下。喂，帮我办件事儿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今日刚到的海鲜，全场0.1折，特惠了啊！什么澳龙3块一个，梭子蟹3毛一斤，麻溜抢。菜都洗完了，接下来需要我干嘛？我需要你。OK。收工。哇，你这堪比5星大厨啊！可恶，还真让他做成了。还有烫吗？烫！没事吧？出发。正好一块滚蛋。哦，累死我了！这几天这油烟给我脸都熏干巴了，还好我有函数。有些人妄想用几瓶护肤品就能嫁入豪门，还真是天真呐！谁说女人护肤就是为了取悦男人？直七姐姐，饭做好了吗？好啦，让我看看都有什么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江17，小少爷对你那么好，你却做这些发烂发臭的东西给他吃，你居心何在？这菜不是我做的，是你动了手脚。你自己做错了事情还敢污蔑领导？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你凭什么赶走？小保姆，穷司机，才1天就勾搭上了？我告诉你，凭什么？我是管家，这个家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爸爸，小宝，你是总裁啊？这个家我说什么才是什么。你不是荷兰管家学院毕业的，那我就用荷兰话告诉你：Ich bin Hoslachen。我帮你翻译一下子啊，妮儿，白赶来。你是总裁，那就是小宝的爸爸，也可以是你未来的老公啊。啊？江17，表妹，听说你最近在给人家做保姆带小孩呢，怪不得20多岁的人还穷得买不起车。你不也20多岁了，照样没有素质，到处乱喷吗？你素质高有什么用啊？打一辈子工也买不起我这一车轱辘吧？哟，嘚瑟什么呀你嘚瑟？那几10个亿做起还等着我呢，羡慕吧？坐个破地铁有什么好拽的？我走了。哎，小心！奶奶，奶奶你没事吧？赶紧走。撞到人了还想跑，赶紧送人去医院。你得好好负责。奶奶，您醒了，您拐杖在这儿呢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奶奶，您眼睛看不见了啊，那就认不出我了。姑娘，是你救了我吗？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维护正义，人人有责。您饿了吧？我给你打饭去啊。哎，那老太婆没事了吧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回来，不许走，我先去给奶奶打饭，你照顾一下奶奶。等她家属来了以后，该道歉道歉，该赔钱赔钱，还真走。我不走，以为我傻呀？你好，请问有看到一个盲人老太太吗？在那边呢。奶奶，那不是
厉氏集团总裁立冬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多亏了一个姑娘，以后你得好好报答她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刚才我去给您打开水了。就是你救了我奶奶。哎，之前你手上不是有一个戒指吗？戒指啊，刚刚不小心弄掉了。不说这个了，咱们吃点饭，然后回家啊。姑娘，你一起去吧。啊，哎，慢点啊。来，姐们儿，加了2个，加量不加价哦。有个在餐厅工作的姐妹就是幸福。还有呢，你不是要过生日了吗？这个是我在明星那儿种草的韩束白蛮腰，那段时间我脸色暗沉，尤其是鼻翼和嘴角，都是靠它白回来的。这个里面含有烟酰胺、传明酸和谷胱甘肽，响当当的美白成分，还有美白特证的。这夏天呀，就得靠它。太酷啦！我说你最近怎么状态这么好，皮肤透亮透亮的，刚想让你给我推荐美白产品，真是姐妹年轻啊！呀，忘了正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奶奶慢点。咱这里。怎么了？我一直照顾奶奶没吃饭，大概低血糖犯了。你陪我上个卫生间。哎，好。总裁一定是太害羞了，反正我马上就要嫁入豪门了。江石器啊，你可真是没有这个命。哎呦我去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给奶奶打饭忘拿筷子了，不是让你在医院照顾奶奶吗？跑这儿来干啥？跟我回去。这就是老太婆说的戒指吧？哎，你这戒指挺好看的，让我看看呗。不是你抢我戒指干嘛？哎呀，完了！还给我！吵什么呢？奶奶，您怎么没在医院啊？你认识我奶奶？他当然认识了，就是他撞的奶奶啊！你真会颠倒黑白啊！不是你才是肇事者吗？奶奶，您摸摸我戒指，就是我救的您。江石器这个穷人为了上位，满口谎言，真是不择手段。奶奶，您一定会替我做主的，对吧？我会给我的救命恩人做主的。谢谢奶奶。老太婆我眼瞎，心可不瞎。早在医院，我一摸到你手上的美甲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早知道了，在这耍我呢。你又不是猴，我耍你干什么？我是在等一样东西。董事长、总裁，监控拿到了，果然如你们所料，是他隐瞒事实，肇事后小心翼翼，被14小姐拦住了。报警，把他带去派出所。啊，爹，我错了，别抓我。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送给你，你就当我儿子的、舅舅的、外甥的、孙子的妈妈吧。我没意见。那是什么呀？爸爸，17姐姐，你们这是不是双向奔赴啊？我去倒垃圾。谁呀？这么没有公德心！这不是我老同学江17吗？晴晴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种高档社区？原来是他当保姆啊！来，擦擦吧。谢谢。哎，没让你擦自己身上，我是让你给我擦鞋。没看到咖啡都溅到我鞋上了吗？这双鞋可是真皮的，弄坏了赔得起吗？这双鞋可比你1个月的工资还贵。要擦你自己擦的。17，脾气这么差，怪不得没有男人要哦。哼，让您多虑了啊！我男朋友可是大老板。江17，你从小作文写的就好，最会编。明天同学聚会，你最好把你那个老板男朋友带出来给我们看看，可别怂啊！我江17这辈子就没有怂过。你怎么了？你说我上哪儿去找个人当我男朋友啊？那不就是吗？就你聪明。哎，师傅，你多少钱1个小时？啊，我80一小时，我大专学历，我身高185，我还啥都能干。好，就你我男朋友了，明天整帅点啊！我也赶紧要用韩束红蛮腰补一补，最好师傅一下，明天上妆更服帖。走了，老板。我跟你说，同学聚会这种场合可千万不能输，现场2米8。你为啥不找我爸当你男朋友啊？你爸是总裁，我哪顾得起呀？
喂，师傅，你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接了一哭丧的活，他们给90啊，我过不去了今天。哎，到底去哭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江石溪，来都来了，别走啊！大家快看看啊，这是我们班当年的学霸江17，现在啊嫁给别人做保姆呢。当保姆怎么啦？不都靠劳动挣钱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就会嘴硬，你不是说有个老板男朋友吗？人呢？拍1分钟几10万上下，太忙了，来不了。不是没空吧？是根本没有男朋友吧？对了，老公，你身边不是有个月薪3000的秃头司机刚离婚吗？要不就介绍给17吧。不用了，江17有男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不是17，你这男朋友为了给你撑场面，花了大钱呢，不仅租了衣服，还租了个助理啊。人没有来，你说没有；这人来了，你又不信，你怎么那么难伺候？急了，你是心虚了吧？你这种档次怎么配得上有钱男人？不像我能找个有钱老公，我老公1个月炒股挣的比你们这些臭打工的1辈子挣的都多。那你老公买的是哪只股票啊？这么赚钱？威雄公司听说过吧？我有内部消息，他马上就会被力士集团收购，我找他可是花了500万，下个月保证翻倍再赚500万。我们下半辈子就剩一件事了，就是数钱。你们这些穷人就羡慕去吧。我怎么听说这公司股票跌停了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咒我是吧？通知下去，威雄公司不收购，收购他们的竞品公司。好。演，你接着演，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力士集团的总裁吧？你在这呢。快看呐，这真的跌停了！不可能。江17，你男朋友真的是力士集团的总裁？厉总，我错了，那500万是我借的，我把它跌停了，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，厉总。那你们2个人下半辈子就慢慢还账。厉总，你给我们条活路吧。欺负17，没得原谅。你怎么走得这么突然？别哭了，17姐姐回老家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哦。山，你连10块钱车费都没有，坐什么车啊？哎呀，大哥，我真是富二代，我这家里人把我下放到农村考察项目来，我这手机坏了我也付不了钱，我把这个商周的玉佩抵押给你，老值钱了。商周的？不他是上周的吗？这不骗子！哎，你让我上来。哎，小伙子，快点泊车吧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小伙子打电话送钱吧，要不然。你让我别吵了，我给你付。这样，我看全车呀就你最善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老有钱。怎么了？多吃一点。走，那个琉璃河。好，哎，美女留步。不加微信啊？不是，我是那个想管你借2000块钱修手机。你真是个骗子呀！我刚才帮了你一次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师傅，开快点！哎，不是真的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，你是我唯一的天使，唯一的家人。停！你说什么？你是我唯一的家人。干嘛？你不是说不相信我，怎么又把钱给我了？因为你刚才说我是你唯一的家人。自从我爸去世以后，我弟跟我妈更像一家人，他们现在还要联合起来抢我的房子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。你家人可真混蛋。这钱你拿着，答应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好人。好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借我钱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走了啊。哎，17回来了，王姐。哟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跟我说我妈和我弟背着卖房子，我都不知道呢。这给你带的礼物。哦呦，韩束啊，这可是大牌子呀，怪不得你这皮肤啊这么透亮细腻。哦，谢谢你啊，17。没事。江17。
谁啊？凑什么热闹你？我也是僵尸七的家人，除了我的人也是僵尸七的家人。同意房子是僵尸七的举手。你们这不是乱了你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少数服从多数。你们现在立刻从僵尸七的房子里给我滚出去！来，把他家的东西通通给我搬走。好的，少爷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现在就搬走。没想到吧？我真是富二代。哎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欠你的钱10倍还。不是，那这个玉佩不会真是商周的吧？哎，你拿着。不行。哎，我不是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跟我约会？他没空。妈妈，爸爸带我来找你了。你有老公孩子了？张世七，我喜欢你，跟我们在一起吧。17，菜买好了，回去给你做饭。你不会选这种只会煮饭的单亲爸爸？他一看就没钱没事业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他才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而且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略，我爸和17姐姐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关你这个妖怪什么事儿？我爸先吧，回家做饭。好。不是，跟恋爱脑蒙蔽了呀！你是。等着，我一定让你知道，我才是你最合适的人。我又有一个瓶子啦！再捡5个就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了，加油！哎，那边。又是你。你说你穷的都开始捡瓶子了，怎么给僵尸七幸福？我这里有张支票，随便领，离开僵尸七。9999万。想不到你没什么钱，胃口倒不小啊，真不好打发。既然兑现不了，以后就别再缠着僵尸七了。看着了吗？绝品翡翠，我准备拍下来送给僵尸七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该离开的人是你，好好学习。你说这大夏天的，你天天陪小宝社会实践，那脸晒得又糙又黑的，本来就老，自己也不注意的，赶紧试试这个函数白蛮腰吧。就算我们是大叔，我们也要做一个白白嫩嫩 Q 弹的大叔。有道理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，你们女生会觉得老气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要是我能收到这样的礼物，我就直接嫁，原地嫁，立马嫁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去打个电话。陈德柱，我要参加保利的网络拍卖会，有个翡翠我一定要拿。拍卖会开始了，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600万，翻倍！哼，看不起我啊！800万、1500万。哎呦我彪，谁跟我作对呢？这是。少爷，你账上只有500万不是，慌什么？伟爸，我想你了。赶紧赚1000万吧！抓你个臭！我嫂子节链断了，快回家来！少爷，出价晚了，翡翠项链已经被拍走了。儿子，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，现在能救咱们家，就你表叔爷爷，他可是全省的首富，进去之后一定要多说好话，让他把钱借给咱。爸，你放心吧，做富二代的觉悟我还是有的。哎，蒋世新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不是你图那老男人什么呀？他自己捡垃圾也就算了，还是你在这打工受这份罪。哎，等我跟我表叔爷爷要到钱之后，我绝不会让你再过这种日子。哎，表叔，嘿嘿，表，是你？没大没小的，叫表叔爷爷。爸，咱家差多少钱？实在不行，我可以去打工去。那你打1万点。表叔爷，侄孙，你好。哦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僵尸七，我未来的老婆。你昨天不是说喜欢这款项链，我拍下来了，送给你。这不是那1500万吗？这，来拿着，简直是天干地了。用这个什么？就表叔奶奶。不是奶奶。那你知道我是谁？
17，今天你入职新公司，我开车送你吧。不要，我们有车。你不是要去工地定项目吗？正好我送他上学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你们家小孩乱吐口水，吐到我们家小孩身上了，道歉。空别凑成，2023年了，连个车都买不起，你这种穷鬼穿的衣服几块钱？哎，没事，你再多说几句，我可全程给你录下，给你发网别看了啊！来，让大家评评理啊！你这姿势不行。行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你给我说话注意点啊！王主管，这是新来的员工，叫江17。主管你好。是你，江17啊，你呢？把这箱子搬到18楼去。哦，对了，公司今天的电梯好像坏了，记得走楼梯啊。你报复我？没错，你要是跟我侦查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你。你们家是跑法场吗？动不动就被人放马，不就搬箱子吗？起开！我去！啊，可累死我了。江17啊，咱们公司在竞争红星广场的翻新项目，你把标书给做了，明天早上我就要看到。这可是5个人1个星期的工作量，你让我一晚上做完，顶不住啊，顶不住走啊。放心，你一走我都不会走。好。哎呀，不小心掉了，愣着干嘛？捡啊！哎呀，不小心踩到了。哎呀，那你下次小心点。工作要是遇到麻烦，可以跟我说。工作哪有不受气的呀？忍忍就好呗。那你辛苦了，我给你涂韩式红蛮腰吧。哎呀，精华多抹点啊！今儿估计又要个通宵了。韩束红蛮腰，给我力量吧！祝我鸡腿暗沉憔悴，我明天的脸必须是紧致透亮完美状态。红星广场。那并标书我已经做好了，你不想要走吗？让您失望了。失望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刘总，这是我做的红星广场的项目书。不错，效率挺高啊。待会儿啊，红星广场的总裁亲自来，一定要好好表现啊。哎，好，如果拿下这个大客户，这升职加薪少不了你。大客户来了啊！哎，李总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李总，你看我们公司方案怎么样？这方案是谁做的？怎么回事？李总，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很多不足啊？其实这不是我做的啊！江17，进来。江17，你做的什么方案？大客户很不满意。我很满意，我觉得这个方案特别好，我决定跟贵公司合作。谢谢，这次做的不错啊。李总，其实这个方案是我指导17做的。啊？是吗？李总，江17就是个新人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只是把我说的记下来了。那昨天晚上他在家通宵赶方案，我在旁边带娃，你在哪儿知道的？你真会开玩笑，您这么尊贵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江17家带孩子呢？你猜呢？你是他老公？刘总，红星广场这个项目可以交给你，但是负责人是不是应该换我？明白，你被开除了，这项项目全由江17负责，奖金归他。不要仗着有点权利去仗17，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招惹的是不是不该惹的人。如果你给我插1实来，那你还有多少公司是我不知道的？要都告诉你的话，估计1天1夜也说不完。没事，我爱听。你说嘛。干嘛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1毛钱掉里了。穷鬼，为了1毛钱挡我的道，招惹我你赔得起吗？我帮你吧。刚刚那个是我同事，他呀平时就很嘴贱，别往心里去。这个1毛钱给你，太谢谢你了，之前可是被绿一脚，1毛钱都要取名字，看来日子过得不是很容易。嘿嘿，喝点甜的吧，这样子的话，生活就没有那么苦啦。加油！来，我去上班去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集团的继承人要微服私访，大家要好好工作，不要让人抓到把柄。好的，舅舅。也不知道继承人帅不帅。我舅舅是刘副总，我跟他是门当户对，就你们这些土包子，怎么好意思做这种嫁入豪门的梦？来，大家欢迎一下你们的新同事关关。
哎，是你呀！你这个穷鬼怎么会来我们公司啊？你这个讨厌鬼不也搁这杵着呢吗？别理他，来，东西先放这儿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 Michael， 来晚了，给大家带来点小礼物。哇，居然是爱马仕的 Michael， 看来他就是继承人金龟婿。你好 Michael， 我是玲玲。你好，今天天挺热的，我请你喝一杯冰美式啊。好。哪去啊？这样还要做问卷调查呢。让关关做不就行了吗？你的活给关关做，想什么呢你？我娇生惯养行了吧？他一新人穷了吧唧的，干点粗活累活怎么了？你这是为了钓金龟婿，随便欺负新人呢？江17，咋的？你这么爱管闲事，你跟他把问卷都做了吧？做不完，我可要跟我舅舅告状了。你走吧 ，Michael。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抱歉啊，都怪我害了你。没事，我就看不惯这种仗势欺人的人。你好，请填一下问卷。你请坐。歇会儿吧。真甜。当然甜了，这是西张王甜瓜。西张王甜瓜。这瓜有名有姓的，真有意思。你没听过？你看你最近累的，感觉你晒黑了好多，脸和脖子都不一个色吧？啊！等，这个韩束白蛮腰是我新买的，送你啦！我一直想买这个，我已经开始期待起来，回去肯定好好用。谢啦！谢啥呀，姐们儿？你不是请我吃瓜了吗？就当回礼吧。哟，俩穷鬼还在这杵着呢，不像我。Michael 带我逛了一下午的街，非要给我买这些东西，还说他外公的茶山要收山呢，茶山还邀请我入股呢。我怎么听着有一点奇怪？瞅你俩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就眼红吧。玲玲，哎，你来啦！我把钱都给你汇过去了，快赶紧走，别占他的客气。琳琳，恭喜你啊，完成了问卷调研，这是你的5000块奖金。你抢我功劳就算了，人关关刚工作，薪资本来就没多少，你还抢他的奖金，你要点脸吗你？你敢骂我？你看清楚，我是继承人的女朋友，你再废话，我会让他开了你。怎么，你弄死我啊？吵什么吵？董事长来了，欢迎董事长视察。大家放轻松啊！其实之前我孩子已经来我们公司考察过了，他跟我说在这儿认识了一个要好的人，还要把公司的股份送给他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我跟你儿子刚确定好恋爱关系。儿子？我哪来的儿子？谁说集团继承人就一定是儿子的？关关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公司未来的总裁。欢迎，17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作为回礼，我决定送10%的股份给你。而你每天不务正业，不想着怎么经济业务，天天想着靠不正当手段上位。你别吵了，不干就不干。Michael 就算不是继承人，也是实打实的有钱人。我还投资了他的茶山，我可以去做老板娘。我现在打电话让他来接我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你要不要看一下新闻啊？男子营造茶山骗局，已收到多人报警。我的20万！哇，这楼也太高了，哪层是你公司啊？哪一层？什么？这栋大厦都是厉总。厉总好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你怎么了？别和我搭话，你们公司那么多人，我可不想被几万张嘴说闲话。我先去报道啦。看好夫人，别让她被欺负了。是。孙主管，我是新来的江17。哦，新来的，中午请全部门一起吃个饭吧，至少人均300，才配得上我的档次。人均300，这一顿不得4、5千呐！我这是来上班的，还是来还债的？哎呀，我这也不是为了让你和大家搞好关系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17，这不是总裁助理吗？他怎么来这儿？你今天出门走得太急了，电脑落家里了。啊，好。家里江17和陈特助什么关系啊？该不会是男女朋友吧？陈特助可是总裁身边的红人，只要我照顾好他女朋友，肯定能升职加薪。主管，我们各退一步，我请大家吃沙县自助。怎么能吃沙县呢？为了庆祝你入职，我请你去5星级大酒店吃海鲜大餐啊！那就我一个人吗？您不是说要跟各部门都搞好关系吗？我寻思，行，那我再赔1万，中午请大伙儿一起吃个饭。来来，我帮你。雷姐，陈特助最近有没有空？一起吃个便饭。他好像最近都在忙结婚的事儿，应该没有时间吧？连这种事都知道，她一定是陈特助的女朋友。孙主管，我想请个假。你不知道请假要提前1个月吗？我不批啊。可我爷爷今天突然去世。那又怎么？谁让你不提前请假？你跟阎王是亲戚啊，还能控制人什么时候走？嘿，
是哪个部长演的？替他出头。我咋的？我不长眼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别仗着自己手里有点权力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石七说的对啊，我立马就给他赔价，我再自费给他包个白包，1000块钱的白包行不行？2000、5000。孙主管，你还算知错就改啊，早这样不完事儿了吗？是，车已经到楼下了，和我帮你拿下去。哦，好，我这就来。陈特助来接他下班，看来江石七100%是陈特助约绑定，看来升职加薪没跑喽。夫人，总裁等候你多时了。来了，来，谢谢。这是在等你的时候买了你爱的韩束红蛮腰，还有你最爱喝的奶茶。谢谢亲爱的。夫人真是天生丽质，经常喝奶茶，皮肤状态还这么好。那是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韩束红蛮腰。你不是要跟你女朋友求婚了吗？这一袋还没有拆封，送给她吧。祝你们幸福长长久久。谢谢夫人。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挺好的呀，同事们人都很好，领导也很听劝。看来你把夫人照顾得不错，这个月的奖金翻倍。谢谢李总，看来我可以换个大点的钻戒了。快看朋友圈，陈特助官宣求婚了！怎么不是江石七？这个耍我！孙主管，你干什么？拿着你的东西，给我滚！你凭什么赶我走啊？就凭你打着陈特助女朋友的旗号，到处招摇撞骗，还让我花1万，请你吃1万的大餐，又让我包了5000的白包，这些钱我都没算到你的工资里，1分钱都没少拿走。明明是你自己心术不正，巴结错人了吧？现在又拿我撒气？撒气？哼！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撒气！切！总裁，我们公司什么时候出了动手打女人的败类？这李总啊，你不知道，江石七冒充一众女朋友，对付这种人就有很正。他不用冒充，他有男朋友。就他这种大词女的，这个男朋友肯定也是个窝囊废。那我就自我介绍你，我就是江石七男朋友。孙主管，你看我像窝囊废吗？我的天老爷！这麻辣拌还得是街边的好吃，不过这家这鱼丸好有嚼劲啊！因为这是用家里的帝王蟹、东星斑还有鲍肉刚做出来的鱼。我靠，这不是麻辣拌啊，这是年夜饭！多吃一点。喂，李总，那个冒充你非法集资的人有线索吗？我去趟公司，有点事要说。这么晚了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没事，5秒之内还能吃。看你那穷酸样，堂姐，掉在地上的东西你还吃？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堂妹？真是丢人！你可真是美术馆开张啊！壁画连篇。你呀，真是穷人嘴上不饶人。算了，我也懒得跟你计较。毕竟我的新男朋友可是个神秘富豪。谁呀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神秘富豪你懂不懂啊？那是有身份地位的。他呀，那是想低调，不想抛头露面，不像你，找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老男人，不敢把他带到我们亲戚面前吧？我男朋友太忙了，1分钟几十万上下，懂吗？哎呦，那正好，周末爷爷寿宴带来让我们见见呗。可以呀，退下吧。不是干啥呀？吃你的垃圾食品，我还不稀罕吃呢。这野生沉香手串是我给爷爷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你先带上楼吧，我去进场。多少钱啊？不贵，2万多。一个木头这么贵？爷爷生日快乐！石七来了啊！17呀，这个座位就留给我的包吧，毕竟我们17全身上下加在一起还没有我这个包贵呢。堂姐，今儿是爷爷寿宴，又没有草船，别说喽。17，到嫂子这边来坐。还是嫂子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带了礼物，国货里的科研护肤大牌韩束。听我哥说你前段时间考驾照脸都晒黑了，你就放心使用，不白来找我。谢谢17最贴心。我说17呀，这礼物怎么带一份呢？这个韩束只适合人美心善的人，像你这种不是少长。你装什么装啊？今天是爷爷的生日，爷爷的寿你带了吗？不会是家里穷的揭不开锅，跑这来吃白食的吧？爷爷，这个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沉香手串，喜不喜欢？你看看。17，拼了！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爷爷，这一看就是地摊便宜货，万一对身体有害呢？这种东西还是扔了吧啊！我这
这手串2万块钱呢！2万块还演呢？谁不知道你嫁了个穷男人，连吃饭都难？别说堂姐不帮你啊，我呀谋了一条赚钱的好出路。老公，手机。我老公这个投资群呐，年收入300万以下的人都不可以进的，毕竟我们都是亲戚嘛，我们也破个例。来，只要投10万块钱，1个星期保准回本100万。既然你老公这么厉害，他在哪儿高就啊？我老公这人比较低调，既然都是一家人，那我也不隐瞒大家了，他是益达集团的总裁，立冬。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，也是，像你这种穷鬼呀，也没什么机会见这种大人物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来晚了。我是江17的男朋友，我叫立冬。太怎么回事？他们2个都叫立冬。好，江17，你男朋友居然敢冒充总裁，我男朋友才是真正的有钱人，门口的大奔就是我老公的。低调啊，这是我最便宜的一辆，前2天我刚订了一辆科尼赛格，马上换车。既然你说你是立冬，那你应该知道科尼赛格只能在张总那儿订吧？你能帮我联系一下？行啊。这手机号啊，好像在另一个手机上，下次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小张，这2天有人到你的店里来提科尼赛格吗？啊，怎么可能啊？除了您，谁还订得起科尼赛格呀？等车到了，我给您送过去啊，李总。我还有点事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是啊。冒充我的身份非法集资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请吧。哎，你个骗子！你之前毁了我的沉香手串，还没有赔钱？不就2万块吗？我赔你就是了。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那个手串是野生沉水芽庄白旗男手串，是2万块钱1克。那手串的总价是130万。你不长眼呐！对不起啊，我想赶在上班之前给孩子吸下奶。生了孩子还有脸来上班呢？一孕闪3孕，净给社会添麻烦，还有股奶腥味。我刚喷的大牌香水都盖不住。哎，主管，哟，你这身上真有点味儿，我用洁厕灵给你消毒。你有病吧你！你有药啊你！谢谢你啊，没事，我走，看他不爽，走吧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，这是咱们刚入职的新同事，楠楠。是你呀 ，Hello。初来乍到，给大家带了咖啡，快来尝一下吧。谢谢。酸呢，这个是卡莱索咖啡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什么3无品牌啊？请不起星巴克就别起。刚生完孩子就出来上班，穷的连孩子都养不起了吧？我觉得很好喝呀。还有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拿人家职场妈妈的身份说事儿啊？你说错了吗？你从怀孕到备孕到休产假，总共耽误了1年的时间，早就和社会脱节了。现在来上班，拖的不是我们大家的后腿啊！公司把人招了，就说明别人有能力。同是女性，你为什么要嫌弃职场妈妈？行，既然你不嫌弃的话，张总的项目就由你们俩来负责，1天之内把方案交给我，做不完你们俩都给我滚！张总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，他的方案平时都要提前1个星期准备，你让我1天做完。这样吧，你学一声狗叫，我就放过你们俩。哦，好，我学。哼，啊！你怕你这学人狗叫，我就放过你。你呸！走，我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环境。你骂我是狗？张17。喂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，孩子哭得停不了。可是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我们去你家工作吧。美少女战士变身。17，你说这孩子怎么抱都不睡呢？小孩不能像你那么颠，给我。我终于把孩子哄睡着了，真厉害！哇，你都做完了？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我生孩子前啊，可是5道口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。那不就是清华呀？不过我说实话，你也挺厉害的，我可不像你这么会哄孩子睡觉。那是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个小男孩，我为了带孩子恶补了好多育儿知识呢。哎，你说带孩子怎么就这么难？我觉得自己都老了10岁，不像你皮肤状态这么好。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韩束红蛮腰，这套就送给你了。行，那我也送你儿子一个礼物吧。男孩是不是都喜欢小车车呀？不用破费了，姐们。行了，你也别客气了，就当是感谢你送我红蛮腰啦。行。江17，楠楠，大客户这次对你们的策划特别满意啊。行，总监，那我们先进去了。那我也先进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再不努力的话，你2个手下马上就要超过你了。张总今晚过来签合同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张总无辣不欢，好好招待啊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。张总今天晚上会来跟我们签合同，你们俩提前去餐厅把菜点好，切记啊，张总一点辣都吃不了。OK。哼，要看好戏。来，张总，
您请用餐。您请坐，请坐。我说了多少遍，没有辣味的菜我吃不下去呀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到底谁点的菜？是江17和新来的实习生，我就去打电话把他们叫过来。喂，怎么就你自己？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？张总无辣不欢，现在惹张总不开心了，把你们炒了都不够。不，等会儿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张总吃不了一点儿辣。你撒谎！张总，惹您不开心了，我帮你把菜换掉。赶紧的，快快快！不许换！这平时吃那么多辣的对胃不好，他特意给你点的清淡的让你吃啊，你还敢急？吃！放肆！怎么跟张总说话？你放肆！怎么跟我老婆说话呢？是他客户的老婆，老公。哎，说这个公司是不错，但差不小。啊，对，你别吵了。哎，对了，17，上次答应送给你儿子的小车，你直接开回去吧。开？开。奔驰大 G。开回去开。表妹，我听说你嫁入豪门了，我以为你过得有多好呢。你这房间住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大嘛。这个是我们家旺财的房间。狗都住这么好，那你房间得多大呀？差不多是这个的10倍吧。夫人，总裁回来了，我去接他。江17，以前你家是最穷的，现在竟然踩到我头上来了。等我啊，把总裁抢到手，这个家就是我的了。夫人，总裁临时出差，过2天回来，他让我把礼物先给你带回来。辛苦了，老李。我是司机嘛，应该的。他就是总裁。哥哥好，我是17的表姐，我来这儿借住2天。你什么时候这么有礼貌啊？我一直都这么有礼貌啊。哥哥来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没事儿，我不像17这么娇弱。我来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呀，哥哥，我不想看你一个人这么累。我自己来。来一下。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怎么怕了？我是怕你吃亏。是你吃亏吧？我告诉你，3天之内我必定把他拿下。哥哥。夫人，今天伯母不在家，这饭是我做的，您尝尝。怎么那么辣？江17，哥哥辛辛苦苦给你做饭吃，你在这挑3拣4的，你这态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人发工资呢。我确实……别说了，我都听不下去。哥哥，你说你付出这么多努力，17都不知道体贴一下你。不是我，你体贴你吃完啊，求之不得。辣吗？不辣，哥哥做的一点都不辣。那我跟你说，他还做了一盆，吃吧。来，喂，亲爱的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江17竟然在外面养小白脸，真是送上门的机会。哥哥，我真的心疼你。你人这么好，17在外面有人了啊！还有这事儿，不过不要紧，只要不影响我就行。哦，这么看，看来得下点猛的。哥哥，对不起，莹莹只是疯狂的喜欢上了你。江17都下得去，我有什么下不去的？你想干啥呢？夫人，对不起啊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就不怕告诉你，我和哥哥已经两情相悦，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成全我。你想清楚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他离过婚，还带个孩子，最近还迷上了炒股，血本无归不说，欠着银行几10万贷款。你想吓走我吧？没门儿！这个男人我要定。该说的呢，我都说了。你要真那么坚持的话，我只能祝福、尊重。这就是江17最喜欢的韩束红蛮腰吧？怪不得小脸这么难，我可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。吓我一跳！搁这 cos 艾丽呢，穿我的睡衣还用我的韩束红蛮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个样子，别给我家待了。你这不是你家了，是我家了。什么呀？江17，小时候只要你的东西被我看上，我都能抢到。现在也一样，你总裁夫人的位置我已经抢到了，我和他领证了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误会的。行了，行李呢？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识相的话就自己拿着滚吧。我劝你别再作了。夫人，总裁回来了。是你别再作了，我老公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！你看江17这土妞还赖咱家不走，帮我把他赶走。赶走嘛！干什么呀？你要敢再碰他一下，我让你下半辈子都残废。你是我老公的司机吧？敢顶撞我？老公，把他和17一起赶走。你想要赶我们走，怕是没这资格。哎呀，
你够了，你不能对总裁和夫人不敬啊！给我道歉！快道歉！等一下，是总裁？那你是谁啊？我是总裁司机啊！江17，都是你骗我！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啊，是你自己鬼迷心窍。你要自己不那么贪心的话，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为什么最后嫁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？你没有一无所有，我不还有几10万的外债吗？哎呦，老婆，老婆17姐姐，你什么时候跟我爸爸结婚啊？妈呀，你爸都没提这茬。来，爸爸。没事没事。哦。你好，请问你找立冬哥哥？月月回来了。你好呀，我是立冬哥哥的发小一月，这是17姐姐，也是爸爸的女朋友。立冬哥哥，你还是喜欢吃拔丝地瓜呀？是不是像我一样又软又绵又香甜？我觉得你像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余。立冬哥哥，这个菜不合我胃口，怎么办啊？那你跟我来。立冬哥哥，你竟然要为我亲自下厨啊！食材齐全，你自己做吧。可是在家都是我爸爸给我做饭吃啊，我不会下厨。那你就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赶紧过来。终于可以2人世界了，这黑卡随便刷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不是刚给我买了红蛮腰吗？这韩式红蛮腰，你每天都在用，摆在都也不怕。立冬哥哥，你什么牌子狗皮膏药，吓我一大跳。月月这次回国没有带护肤品，我听说这个韩束红蛮腰是最近很火的国货抗初老产品，月月也想要这个。哎呀，人不咋的，眼光还行。韩束也是我一直喜欢的品牌，性价比可高了。那就送给月月吧。这个是我们家立冬给我买的，想要啊自己买。结账。还有我的。那你先吧。立冬哥哥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不能付款了。那我只能帮你了。那拿去充电吧。我们先结。走吧。走吧。江17，你给我等着，随便你。17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吃你做的粥。他江17不就靠孩子上位吗？我也可以。我给你做。怎么样？我做的海鲜粥不比江17做的差吧？我不能吃这个，我对海鲜过敏。那么麻烦，把海鲜咬出去不就行了？那现在可以了吧？赶紧吃几口，我给你爸发几张照片。我不吃，快点，必须吃，别白费功夫。听不听话？你过来，快点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给我出来！我好心给他做饭，他不领情，放开我！干什么呀？你一点都不关心小宝，你只想利用他上位，请你现在立刻从我家出去。张17，你别一副女主人的样子，等小宝亲生妈妈一回来，你还不是得靠边站，什么也不是。别听他的。小宝，你现在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懂，我妈妈不会回来了，她和爸爸都车祸去世了。舅舅，我爸爸妈妈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以后别叫我舅舅了，叫爸爸。我一直都知道，舅舅不是爸爸，我也没有妈妈。谁说你没有妈妈的？以后我就是你妈。你不要自作多情了。你觉得立冬这个阶层的人会看上你吗？他只是在跟你玩玩而已。自作多情的人是你。这个家不欢迎，请你现在就出去，以后都不要再来。立冬哥哥，我跟你才是青梅竹马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要赶我走。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爸爸，就现在，快点呢，快点，你快点。17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17姐姐，你快答应我！你快答应！愿意。走，民政局现在还没关门，我们现在就去领证。先生您好，这里规定不许吸烟。你不认识我？我是这儿的主管，我奉劝你个熊保安啊，不要惹一个自己惹不起的人。主管也不能在这儿抽烟。哎，你个老头，你疯了吧？你抢我烟，你找我赢？你干什么呢？张主管，保安大爷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还动起手了？江17，
我是你的领导，你为了一个穷保安敢跟我作对？正义不分身份地位，你在公众场合抽烟是有错的。他也太没素质了吧！还不赶紧走？真有你，咱们走着瞧。还有功夫在那歇着呢，给我拿到1楼复印去，5分钟之内给我拿回来啊！那真好了。哎，还有别的吗？我一起整了。还有这个。哎，但我就想看你一张一张，一次一次的跑到累断腿。报复人也不用这么明显吧？我是领导，受不了你走啊！那你就太低估我对混蛋的忍耐程度了。嘿。全部弄完了，行了吧？这回知道得罪我的后果了吧？我看谁能护着你，小姑娘。大爷，难道你是？我就不应该看那么多抖音的。对不起啊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得罪领导。没事啊，大爷，我就看不惯这种仗势欺人的。哎，给，这是我自己家种的草莓，你尝一尝。嚯，这包装还挺好看的。哇，好好吃啊！那当然，这是美人鸡草莓。美人鸡，这和鸡有什么关系啊？起个草莓包装成这样，真是穷人多作怪。贾世奇，把这宣传单给我发了，今天发不完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我别来，我气死你丫的我！你打扰一下，看一下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。我帮你发吧。大爷，这天太热了，你别帮我了，赶紧歇着吧，别再中暑了。谁说我自己帮你啊？过来吧。这些都是我的人，去发吧。哎呦，大爷，您这手底下这么老些人哦！你不是普通保安，你是保安头头。不过你们的西装保安服很帅，还有空在那闲聊。看来我要不使点狠招，还真整走你。陈大柱，这幅画真好看。哎，别动，这可是厉总准备给董事长的纯罗湖真迹，价值600万，弄坏了你可赔不起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晒一天累死我了！还好我有韩束红麦药，赶紧做个 SPA 滋润滋润。杨世奇，哎呦我妈，吓我一跳！你又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外边暴晒了一天，领导当然要用韩束红麦药让皮肤水润一下。别偷懒啊，江世奇，总裁吩咐了，让你去他办公室给他桌上的画扫扫灰，快去啊！我啊，搞毛啊！这下你完蛋了！是你在鸡毛掸子上沾了胶水，你陷害我。这幅画价值600，我看一会儿厉总你怎么交代？怎么了？哎，厉总，你快来看，江世奇把您送给董事长的那幅画给弄坏了。你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它？再买一幅呗。啊？就这么着就完了？她是我老婆，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江世奇是总裁夫人，不是？那可是你给董事长买的画呀，你也不能因为她是你老婆，你就是非不分啊，对不对？让我来给你分分是非。我在保安厅的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你在栽赃假货，你成保安，这是你做的地儿了。闭嘴！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？董事长，咱们收拾东西走人吧。这副600万的唐伯虎真迹，记得让他赔不起人的打官司。咱们公司有的是时间陪他。这出去！董事长别呀！领导回见啊！啊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您是立冬的爸爸。儿子，你公司管理的不到位，老婆找得倒挺好，我对世奇很满意。没有啊，谢谢叔叔。你们都结婚了，还叫叔叔？爹。哎，好，这是给你的改口费，拿着吧。爸。总裁，再加上这些，2000个红包就准备齐了。你俩干啥呢？总裁说，为了庆祝夫人您怀孕，要给公司每个人发5000块钱红包。发红包可以，但是不能暴露我们俩的关系。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我可不想被区别对待。好吧，马上就要升职考核了啊！要是谁影响了我今年的晋升，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
江诗琪，跟我说话你是犯恶心是吗？不是主管，我不听你说话也恶心。江诗琪，你找茬是吧？不想干了？别误会，我这孕吐。怀孕了啊！公司找你来不是让你混产假和津贴的，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想方设法占公司的便宜，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。我在这个公司干的比你都久，我怎么可能恶意骗产假？倒是你，什么年头了还歧视职场女性呢？行，我不歧视。来，听好了，把手上的函数环态的调研报告全部给江诗琪做，不还迟早滚蛋。你怎么吃饭才进来这工作？没事，这函数红白药我熟，一会儿就弄完了。你都怀孕了，这么累对身体不好。知道。要不辞职回家吧？总裁让江诗琪辞职？你瞧不起我，我自己能做完，你也没有权利让我走。行吧，那我尊重你。总裁，你下属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要好好关照她。好的，我会好好关照她的。主管，那江诗琪我们不能炒了呀？你傻呀！总裁也觉得孕妇浪费资源，干不好直接出手，这是在点咱们。哦，懂了。江诗琪，只要把你炒了，升职加薪就跑不了了。哎，这是你交代给我的工作，都做完了啊，不好意思让你打脸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涉及到营销、英语、美容多个专业领域啊！哎，我就知道，高级美容师证、高级营销师证、英语专业华彩，我都有。哇，诗琪厉害啊，考中了，真是个人才。来，小王，来，来了，赶紧给我们人才准备一个单独的办公室，毕竟人家特别有身孕，这人来人往的，碰到怎么办？赶紧，哎，好嘞。这儿就是你的窝。怎么有老鼠啊？你故意针对我？受不了了，回家呀！主管手藤高明啊，那江诗琪肯定受不了。哇，用不错呀！什么石墨烯？螺蛳粉啊，本来就臭，我这以毒攻毒，真香。这又是什么？原住民米奇呀，不过我已经把他们驯服了。嘿，你别说，这仓库还真别有一番风味，我还挺喜欢。算你狠！你这家里缺了多少钱？大只东子还赖着不走，你老公一定是个窝囊废。你才是个窝囊废呢！我老公1分钟几10万上下，钱多到你想象不到。接着吹，再吹呀！你该不会就要说你老公是总裁吧？放心，我有的是招治你。我有的是招对付你。小心点！云禾，今天部门团建，咱不吃饭不喝酒，搞点健康，每人跳绳300下，跳不够立即开除。张志奇，你先来。为了逼我一个孕妇离职，你竟然想到这么恶毒的办法，你就不怕我让总裁知道吗？知道又怎么样？总裁只会夸我有眼力能办事。好，那我就让我老公好好夸夸你。还摇人呢？喂，老公，你老公算哪根葱啊？你把手机给我放下。你老公是？你说我算哪根葱啊？总裁，我让你照顾江诗琪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她？是这种照顾，我还以为是那种照顾呢。误会了。你之所以会误会，是因为你本身对职场女性就带有很强的偏见。女性凭什么既要承受生育带来的痛苦，还要容忍职场歧视带来的伤害？怀孕的女性也不应该被区别对待，更不应该被变相辞退。听明白了？总裁，我错了，你可千万别吵我。放心，不吵你。正好公司有个外派到非洲的项目，你可以去那儿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错误。非洲？索马里，据说那儿充满了疾病、战争和瘟疫。欢迎光临，随意挑选。哇，诗琪，这些你都不用了？对呀，因为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对呀。这些护肤品啊，我都用不了了，还有那些新衣服，全部打包好了，当然要送给我的好姐妹啦。诗琪，真羡慕你，之前都说玲玲嫁了一个总监，是我们这几个闺蜜里嫁的最好的，没想到你嫁了个总裁嘛。玲玲，你别听她瞎说，你之前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包吗？我让立冬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，送给你。谢谢诗琪。妈妈陪我玩。你们慢慢看啊，诗琪对我们真好。你知道什么？她就是在向我们炫耀，她长得不如我，家境不如我。要不是小孩喜欢她，你觉得她能嫁进豪门吗？诗琪，你怀孕了，要多休息。小宝，我帮你照顾她。那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看我怎么让你的豪门变成黄粱一梦。
小宝，爱爸爸多还是爱妈妈多呀？当然是妈妈啦。那你知道妈妈已经怀孕了吗？17呀，毕竟是你的后妈，她以前对你好，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孩子。那等她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觉得她是更爱你，还是更爱她自己的孩子呀？哎呀，我终于睡饱了。来，小宝，抱一下。不要。这干嘛去你？小孩子嘛，偶尔闹闹脾气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去哄哄他。小宝，姐姐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？待会儿你不是要去上幼儿园吗？趁他们不注意啊，偷偷溜出去，他们就一定会更在意你的。哼，孩子顶，我看姜17怎么办？这个就是我一直在用的韩束红蛮腰，来给你脸做个 SPA， 什么感觉？这个韩束红蛮腰用起来就是舒服。那当然了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一直保持好皮肤的？而且我还那么喜欢吃甜。这个韩束红蛮腰又能温和抗老，改善细纹，还能抗糖抗氧，改善肌肤暗沉发黄，透出自然好气色。那一定很贵吧？不贵啊，韩束直播间可划算了，这套送给你。石青你真好。玲玲，改天我再买一套送给你。不用，我买得起。啊，小宝回来了吗？啊，幼儿园老师说他不见了。不是这么晚他能去哪儿呀？别着急，你还怀着孕呢，我已经让保镖他们出去找了，你们在这等我啊。你笑什么呀？小孩丢了，丽佳会把你赶出去的吧？你这豪门阔太的日子可到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谁知道那小孩这么笨，我随随便便说2句，让他离家出走，他还真信。滚蛋！17，别动气，不能因为担心小宝生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孩子，厉小宝也是我的孩子。如果今天小宝要出什么事儿，我要你的命！张17，你明明什么都不如我，凭什么你可以嫁一个总裁，而我只能嫁给一个总监？总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了。之前看你就不对劲，我就通知了你丈夫，刚好他是我子公司的一个下属。你真是蛇蝎心肠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。民政局还没下班，再让离婚去吧。我错了，您离婚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还是要出去找他。大晚上的太危险了。妈妈，你去哪了？你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可以离家出走？我没有离家出走，听人说孕妇很危险，我就出去给小宝宝。